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phy 鄧麗欣，我係 Eric 馬志威，我喺戲裏面飾演 Jenny， 邊咧就飾演 Simon 呢個角色啦。拍拖去到咩程度要結婚？我覺得其實都係真係要睇兩個人嗰個對未來嗰種睇法，嗰種即係觀念係咪一致咯？人人都唔同嘅，我覺得有啲人咧就為咗純粹想要個家啦，有啲人咧就會好特別嘅，因為感情變淡先結婚嘅。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都係咁，唔係我啊，因為我需要一啲衝擊，所以我會選擇去結婚。當大家覺得穩定啦，需要組織個家庭啦，咁就結婚咯。即係我最理想嘅婚姻時間就係大家好自然，即係好 relax 地舒服咁啊，大家一齊。即係對我嚟講，可能我覺得我想生小朋友，我想有一個家庭啦，咁先結婚。用12日道出夫妻10年關係， 12日就嚟上映啦，記得入場支持啊！